来看南部科学园区积极推动台湾本土化的无人机，为一开始只会当飞5台，到即卖会当100台做伙飞向马祖来祝寿，互大家是真娱乐。其实这是袂少的学生团体，安尼开发软体克服天气，完成无人机的表演。参加比赛的虎尾科技大学、实践大学、甲成功大学的团队，嘛伫个无人机竞赛的颁奖典礼，拢摕到700万的奖金。切切光点伫空中咧飞，佮变换色水甲队形。黑暗中有一只西拉雅鹿伫空中咧跳。台湾，我们有这么多好厉害无人机群飞的技术。台南土城正统罗里文圣母庙电视的红红加高水版的马祖。伫黑暗中，互全场的人赞叹。南科结合产官学界，串联全台湾无人机的社群，举办无人机群飞竞赛。除了企业以外，其中更有真侪学生团队，家己组装无人机，开发软体，完成做伙飞的表演。飞控的技术，另外呢，一个就是他表演的艺术。唔知经过偌一摆试验，才都表现出这款的成果。虎尾科技大学、实践大学、成功大学3间学校伫比赛中分别得到无人机制作工艺奖、群飞表演设计奖、加立体动态表演奖等，拢摕到100万的奖金。飞100台，所以制作飞机量也是很大。我们也是算是一直在重复练习，然后重复制作啊、操作这些东西。透过比赛表现出学生团队伫无人机的产业加技术所用的心血，更加将台湾的无人机做伙飞经验甲技术推向国际。